主后2024年2月初3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耐心听候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埃及记32章第19到29节。以色列人看摩西一直无落山，就拢挖去亚伦遐，甲伊讲：当你着甲阮做神明，通甲阮带路，因为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亚伦甲因讲：恁的某、恁的囝、查某囝的金耳狗，拢拔起来互我。人民就将因的金耳狗拢拔落来互亚伦。亚伦就做一个模，将遮个金仔铸做一只牛仔。人民就讲：以色列人啊，即个就是带咱出埃及的神明。亚伦看了，就伫金牛仔的面前去祭坛，伊宣布讲：明仔载是上主的节日，大家着拢来庆祝。隔日透早，人民起来献烧法祭甲平安祭，因坐地大食大啉，起来跳舞滚笑。上主对摩西讲：赶紧，你赶紧落山，你对埃及带出来的人民已经坠落，因真紧偏离我命令因的道路，为家己铸一只牛仔，甲伊跪拜献祭，佮讲：以色列人啊，这就是带恁出埃及的神明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看这个民族真正是心硬固执，当你着出在我要对因发大受气，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你成做大国。摩西就对上主伊的上帝求情，讲：上主啊，你是安怎要对你的子民发大受气？因敢毋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能的手对埃及带出来？你敢要互埃及人讲，伊带因出去是要害因，伫山里甲因杀死，互因对地上消灭？求你回心转意，毋通对你的子民发大受气，毋通降灾祸互因。求你会记得你的仆人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你捌记家己对因立誓，讲：我要互恁的后代亲像天顶的星遐多，佮将我所应允迄个地全部赏赐互恁的后代，做因永远的产业。对安尼，上主就改变心意，无将所讲的灾祸降互伊的子民。摩西活转身落山，手摕两块上面有写字的石板，石板是上帝做，界面是上帝写的，刻伫石板。约书亚一个听到人民喧哗的声，就对摩西讲：伫影内有烧台的声。摩西讲：这毋是太阳欢呼的声，嘛毋是太师哀叫的声，我听到是唱歌的声。摩西行近营地，看到金牛仔，佮看到人伫跳舞，就非常受气，甲手里迄两块石板摔落山骹，石板碎去。伊阁将因铸的牛仔上用火烧，凝做粉，压伫水面，叫以色列人啉。摩西甲亚伦讲：这人民是甲你安怎？你竟然互因犯遮大的罪？摩西讲：我的主，请你莫遐尼受气。你知这人民决心做歹，因对我讲：你着甲阮做一个神明，
通甲阮带路，因为迄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我甲因讲，所有的金仔拢拔落来互我，我甲金仔迄落火呢，即只牛仔就出现。摩西看到人民奉唱，阿伦搁出在因，直到因受对得踢笑，就徛伫营地门口讲：要徛上帝即边的，就来我遮。利未人就拢聚集来伊遐。伊对利未人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逐个人摇着插刀，对这个门到迄个门，顺势专营，杀死兄弟、厝边甲朋友。利未人就照摩西的话做，迄日人民受杀死的大约有3000人。摩西讲：恁将家己奉献互上主，逐个人攻击家己的囝甲兄弟，今仔日上主会赐福恁。耐心听候上帝。伫生活中，每当出现困难、危机也是挑战的时阵，基督徒拢会向上帝祈祷，祈求上帝的帮赞。人会向上帝祈祷，在你知影上帝是人生命中及时的帮赞者。不过，人对祈祷的态度若无正确，有时阵一无小心，就会落入试探的陷阱。这个试探的陷阱，就是人表面上倚靠上帝，内心却是想操纵上帝，希望上帝满足家己所有的需要和祈求。一旦上帝无按照人所祈求的，互愿望实现，人就开始焦躁不安，甚至埋怨上帝。看见困难无随时就解除，真可能就失去耐心，对安尼离开上帝。若是安尼，祈祷这个行为，若无搁再是对上帝的尊敬，反倒互人落入私欲的试探。以色列人伫西奈山骹等待摩西平安转来，摩西却迟迟无落山。因为安尼，因失去耐心，转向阿伦求助。因为除了摩西以外，阿伦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第二头人。伫现实中，以色列人还无到上帝所应允之地，所以因还需要一个领导者。所以因要求阿伦讲：呾你着甲阮做神明，通甲阮带路。阿伦答应，就叫以色列人甲金仔组一做伙，铸造一只金牛仔像。人民看到金牛仔像，就讲：以色列人啊，这个就是带咱出埃及的神明。接续，阿伦宣布过长工爱为上主守节，搁伫迄日举行献祭。因为等袂着摩西，人民就向阿伦抱怨，毋知带领因出埃及的摩西遭遇着甚物。阿伦挡袂牢抱怨的压力，只好依照人民的希望铸造金牛仔像。形式上，阿伦照进前上帝指示摩西去做这段一条的献祭。伫献祭了后，人民做伙啉食，欢庆神的带领。毋过，因献祭的对象却是金牛仔像，毋是上帝。以色列人对原本瞻望上帝变做公反作乐，因的焦点对上帝转向家己，这也惹动上帝大生气，要甲因灭绝。该在摩西甲上帝恳求，上帝才改变心意。金牛仔像是迦南宗教代表丰收和诚实力的象征。
迄其实是一种想靠家己，无想要倚靠上帝的概念。伫宗教仪式上，阿伦虽然带领以色列人敬拜，却扭曲上帝的形象，互人民陷入拜偶像的罪恶。等待是人伫信仰旅程中需要学习的功课。一旦失去耐心，毋愿等待听候，人往往想要用家己的方式解决眼前的问题。若是安尼，就算人有外在的虔诚信仰行为，也不过凸显内心无信上帝尔尔。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，必定是耐心听候上帝带领的人。默想，面对困难的时，我是毋是常常失去听候上帝的耐心，想靠家己的力量解决？什么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做法呢？面对困难的时，我是毋是常常失去听候上帝的耐心，想靠家己的力量解决？什么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做法呢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常常失去耐心，无听候你的旨意，求你互我会晓耐心听候，毋是简单想靠家己解决问题，反正是完全倚靠你，将一切交托伫你的手中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